大家好，新年快樂！歡迎收睇 Ocean Knowledge，我係 Josie。未來水世界由2022年開始為大家介紹海洋生物，經過第一同埋第二季，唔經唔覺都已經做咗18集。嚟到2026年，新節目 Ocean Knowledge 正式面世，會繼續為大家介紹海洋生態同埋生物相關嘅知識。而第一集我哋就會講下龍頭鷹哥魚 Green Humphead Parrotfish。如果你曾經或者想去馬來西亞嘅斯巴丹島潛水，可能都會聽過三寶，除咗海浪風暴 Barracuda Storm、深之風暴 Jack Storm， 仲有就係龍頭鷹哥魚 Green Humphead Parrotfish。龍頭鷹哥魚又叫做駝峰大鷹嘴魚，俗名鷹哥或者鐵頭。佢哋主要分佈喺 Indo-Pacific， 例如係馬來西亞、印尼、馬爾代夫同埋澳洲等等。但係由於過度捕撈，佢哋嘅數量越嚟越少，而家嘅保護狀態屬於易危。龍頭鷹哥魚嘅頭部輪廓垂直，前額向前突出，身體呈藍綠色或者深灰色，而頭部嘅前緣通常都係淡綠色到粉紅色。Green Humphead Parrotfish 係最大嘅鷹哥魚品種，佢哋嘅體長可以去到1.3米，體重就可以達到75公斤。佢哋所有嘅牙齒融合埋一齊，就好似一塊刀片咁。鷹哥嘅成魚中意喺珊瑚礁外面嘅海域群游。如果潛水嗰時聽到格格格聲，可能係佢哋喺度啃食岩礁同埋珊瑚礁上面附生嘅藻類。佢哋嘅牙齒可以合成齒板，會大力咁樣咬斷或者嚼碎珊瑚嘅骨骼，食量一日可以達到5公斤。鷹哥被稱為珊瑚礁嘅園丁，因為佢哋會食生得比較多嘅珊瑚，有助抑制比較強勢嘅珊瑚，咁其他珊瑚就可以繼續生存，有助維持珊瑚礁嘅多樣性。如果你見到鷹哥嘅屁股噴出白粉，嗰啲係佢哋咬碎之後吞落嚟嘅珊瑚，亦都即係糞便。呢一啲白粉每年堆積幾公噸嘅珊瑚沙，日後沖到岸邊，形成白色嘅沙灘。鷹哥係群居性嘅魚類，通常夜晚會固定住喺較陰暗嘅大型岩洞，有時會住喺沉船入面，清晨先開始出嚟活動。當太陽升起之後，就前往珊瑚礁豐富嘅區域覓食。龍頭鷹哥魚生性聰明，佢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改變覓食路線，令到底棲嘅生物有時間生長。我哋過往幾年去斯巴丹島潛水，都有幸遇到好似軍隊咁嘅龍頭鷹哥魚，幾十條聚埋一齊，場面好壯觀。亦都曾經喺清潔站遇到身長超過1米嘅鷹哥，見到佢哋好似刀片咁嘅大哨牙，可愛又奇特。預祝大家都有機會一睹鷹哥嘅廬山真面目。下一集再為大家介紹其他海洋生物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